后来打来，啉酒开车者要当当来处罚。这个道路交通处罚条例修正案，立法院三读通过了。这个修法有3大重大的变革。第一，这个酒测单若是超标，汽车罚12万，机车罚9万。第二有连坐法，甲这个啉酒开车坐公车的乘客罚3000。第三，强制要求啉酒开车就要电考驾照，而且要加装酒精锁。立法院后一波将要启动刑法的修法，这个法务部嘛会提出啉酒开车的累犯弄死人者，上悬判死刑。条文修正通过。立法院三读通过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》，重罚酒驾。汽车酒驾上爱重罚12万，机车9万。靠车吊驾照1档至2档，若有造成未满12岁囡仔受伤、搁卡久，造成重伤还是死亡，袂使搁考驾照。未来像呢，拒绝临检罚搁较重，为9万变18万，第2摆加倍。累犯乌多摆9万，汽车12万起跳。酒测达超过标准的公车的乘客，连坐罚上重3000，还佫重新考驾照，嘛要倒酒精锁，汽车嘛要被保管。昨年，和台中金枝坝上班姓干的小姐，第3摆酒驾弄死去姓陈的烘焙师傅的家属，认为讲后果恐惊有限。已经有酒驾习惯的人，可能不见得会对这一个法则有什么样的感觉。安尼佫无够，立法院拍算要受刑犯酒驾累犯弄死人，上悬会使处死刑。那我们先从这个浅水区开始，那接下来进入深水区，那这本来也该处理。上一届在叶少爷事件发生之后，其实刑法也曾经修改过，所以没有什么是禁忌不能触碰的。如果没有用这么严格的一个法令的话，没有办法阻止再次悲剧的一个发生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关于刑度上面的严重的，还有包括它这个落差，社会还是有需要做更进一步的一个沟通。法务部进行提出刑法的修法方向，酒驾致死上悬提悬到5年以上12年以下，致重伤者提悬为3年以上10年以下。若是酒驾累犯弄死人，上悬会使处无期徒刑，还是死刑。估计这礼拜是伫行政议会中就会提出，要过死刑有关台湾的国际人权形象，还佫有真大的讨论空间。